繼續來到南投的國姓，有一陣愛耍着戰鬥甘露的內行人，6月初7要來辦比賽，為着要鼓勵人來參加，主辦單位是準備限量款的戰鬥甘露來做獎勵。無論是大人囡仔，攏愛拍戰鬥甘露。高山鄉的青年潘文宏就舉辦頭一屆年考新杯戰鬥甘露比賽。我從以前其實就有在玩陀螺，包含從小時候6、7歲就開始玩，到前年陀螺 X 世代開始推出的時候，我就覺得說，哦，這個非常的有競技性。我希望說，透過辦這個比賽，然後可以號召國姓周邊地區的，像是埔里、草屯，甚至是台中更多的陀螺鬥士。主辦單位準備3粒限量版的甘露做前3名的獎品，其中冠軍的獎品是真特別。它為什麼叫澀谷包刃？其實它原本的名稱叫做蒼龍包刃，只是因為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顏色，只有在東京的陀螺酒吧可以取得。國山鄉的林嚴宮提供比賽場地，同時嘛，讓青年賣咖比，促進觀光。我們希望趁着這個熱度，讓所有的陀螺鬥士來了，然後可以知道說，國姓的咖啡也很盛行，也很棒。6月7日下晡1點，歡迎介意戰鬥甘露的朋友做伙來交流。